係陳式太極拳短器械套路之一，動作舒展大方，開合分明，剛柔並濟，內纏外繞，互為表裏。演練時要求以腰帶劍，柔中有剛，剛中有柔，架式緊湊，步伐較低，並有好多發力嘅動作。陳式太極劍嘅劍法有刺、劈、圈、撩、點、架、提、掛、抹、掃、攔、推等等。呢3位小朋友均多次喺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裏面得到金牌。多謝晒香港武術文藝服務中心兒童武術班3位學員，多謝晒你哋精彩嘅演出。